乡亲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，我是阿明詹伟民。今日要讨论的代志哦，奇怪，是什么声？今日气氛淡薄奇怪呢，感觉有代志要发生啊！是不是妖怪啊？来做伙抓妖怪啊！学生讲，最近学校附近有足侪妖魔鬼怪，讲我一定要来甲伊除妖。莫搞懵啊！什么物件啊？喂，你是妖怪吧？大大刁民，我是台湾的金夫人。金夫人，所以你这个剑，但是看起来你应该是妖魔鬼怪吧？人拢讲我是灵异教师新梅，我现主写人物就是要斩妖除魔。爱卿，你的态度真正足好的，嘛真勇敢。但是有较好的表现，请继续努力，我一定优胜。所以我口条应该是袂歹吧？我会甲皇上禀明的。哦，台湾新眼界今日非常无共款的这开场，咱来邀请咱的 coser 起来遮。哇，先甲观众朋友说一下哈喽一下。各位观众好。哇，你来看，我有这个手头，我是神媒灵异教师，我今日唔是阿炳，我是神媒啊吼。啊，你是 coser， 你的名或者什么名？我的名叫冰莹。冰莹。嘿，但是我姓刘，嘛是拢在大家讲也不要紧。是，你看你今日这个 coser 爱开偌久的时间啊？差不多1点钟至少。1点钟至少啊，其实有的这个幼路的部分爱豆豆画去对无？对。啊，这3个部分呢，是你家己做的？唔是我家己做，但是我就是爱经过，迄个爱做到较甲迄个任务较成的时阵，我就是爱经过久的，嘛是经到嘛，即书嘛做2年多。哦，做这久。嘿，我有甲讲啊。啊，其实咱休热的时间呢，是咱的暑假，就是真侪动漫迷这个时间啊吼。因伫这个暑假爱定定去这个活动啊，去展现因家己的这个自我展览一下。啊，今日咱有邀请到侪来宾，咱先邀请到这个纯阳的是画漫画的这人，看到这个 coser 哦，行入去咱现实生活来，哇，看到这幕你是毋是真感动？真正，伊做用漫画家的那个角度来看，看家己的假设行出来，并且真的甲你讲话是真正真感动的。真感动吼！啊，咱阁邀请到这个咱动漫业者吼，今仔现主时的咱的这活动就要开始啊！啊，其实看到这无共款哦，这是咱中国的这个部分哦，这是你是什么角色？你讲金夫人嘛？对，迄是周楚的大新妇、大汉新妇，但是其实伊在历史顶悬，伊做风流是伊死了的代志。是，所以这是中国的这个角色，甲咱一般所认为这个日本的漫画，甲这个动漫是无共款的。啊，你看到这个中国的这个部分，有什么感想无？我是感觉拢做好的。安尼讲。因为代表因的衫拢是家己就认真咧做啦，有因对这个角色的爱。是，真正是要办这个 coser， 真正爱对伊角色有认同有爱啦。所以咱来看咱这个新闻片段，就是讲代表这个动漫节要开始咯。台湾的动漫产业受到日本的影响真深，现此时每年暑假拢有真侪甲阿尼美相关的活动，譬如由民间所举办的一动漫节。活动现场会有真侪 coser 扮作家己所介意的人物，而且也有真侪民间的画家参与活动来卖掉家己所创作的作品，但伊拢吸引真大量的人潮排队参加。从小年夜就坐车上来，然后基本上开始等10天了，那就是网咖，不然的话就是那个就在台大里面借浴室吧，每天都要报平安了。他们都说年少轻狂啊。以后看了会笑的。同人本吧，蛮难的，就是要抢很前面才买得到。其实动漫产业在台湾有真大的观众市场，咱用产业的角度来看，台湾也已经开始培养本土的漫画产业，为师大美术系毕业的中药校，伊参加文化部所推动的漫画产业人才培养计划，用家己所创作的漫画摕到第1名。但在伊看来，画漫画在台湾要生存真正无简单。
台湾人也比较少看台湾人的漫画之类的，所以其实要生存其实也蛮不容易的，真的是得不屑一顾的，就是去努力看看啊。台湾漫画差不多90%来自日本，所以文化部已开始打造漫画产业，建立了漫画博物馆、漫画基地，佮设许多金，要来提升本土漫画产业。不过，在台湾画家的眼中，动漫文化不只是产业，更加是文化各方的管道。现在漫画而言，是个国与国的对抗了。韩国他做像画游戏美术人员是不用当兵的，因为画图对韩国人就要保卫国家了。因为你今天你做了这个动画或者是漫画是游戏，去赚外国人的钱，这个是个真实的战争，所以他们现在已经提升了国防的等级了。anime 电动漫画已经提升到国甲国之间的战争。台湾徛在这个关键的时代，有甲外国技家比拼的可能无？记者刘铁河综合报道。哇，今日真正无共款，咱讨论是这个漫画，也是这个这个 animation 哦。咱这来宾哦，拢是这个 coser 也好啊，是这个画漫画的，咱来介绍。第一位是咱的 coser 严兄。主持人大家好。第二位咱邀请到这个画漫画这个作家画家哦，这个叫做春阳，你好。主持人大家好。第三位，咱们邀请到这个动漫产业这个业者，这个杨培，你好。主持人大家好。第四位，咱们邀请到政治大学传播学院的这个教授李正良教授，你好。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。哇，咱头拄只这个开场真正无共款哦，这个 coser 现象，伊这个今仔日开1点钟的时间，甲咱这个伪装起来呢，真正是真水啦吼。头拄只咱纯阳嘛讲到，看到这个人物咯，行入去咱现实生活内底，真正是使人感动。其实哦，你现场佫有炸真侪这个服装的部分，佫一炸一输啦，佫炸一输来，这是什么部分啊？这个嘛是一个中国人的角色，我拢安尼讲，较好啊。伊是一个导师，所以伊有符啊。有符啊吼，对，这符啊是你家己画的吗？对，我家己画。哇，所以你是读什么系啊？哪有兴趣这啊？这甲系无啥关系你是读什么？我是读台语本科的。哦，台语本科的，所以画这个是你自细汉。我自细汉其实袂晓画呢。我幼稚园时阵有去上课，但是我真正无迄个天分啦。是。所以家己就是看迄个较简单的图会使家己做，所以嘛是开一寡时间是来学一块。当时开始 coser 安尼。差不多是过到1年啊，到今嘛15年啊。15年安尼。这15年来，你的心路，这个或者咱华语讲的心路历程，这个过程，甲咱分享一下好不？一开始就是感觉较就是甲阮同学去，迄当中我记得我是6年毕业，是国小6年毕业。阮一个15，因为我是较头前的班啦。阮一个迄个同学是10几班的，我就想讲，伊就讲阮就一个啥物课，我袂记啥物课，阮就熟悉。伊甲我讲，因为迄当中嘛咧看一部较有名的漫画叫《幽游白书》，迄当阵嘛真红，真正真红。迄是我真喜欢一个作品。所以迄当阵就甲我想讲，阮迄个同学嘛有在看，也是看别个作品，然后就甲伊开讲，了伊甲我讲伊有在算 cosplay， 我想但是都啥物物件，啥物活动，我就讲就甲伊做伙去去一届了后，嘛是有一个角色，嘛是有去搬啦。了后我带其他的朋友去，其他的同学去，就一人拢去啊。所以嘛是这段时间嘛是捌足侪人的。有诶熟悉到即马嘛是10多年，结婚嘛会去，拢是最好的朋友。所以拢请 coser 去结婚吗？有一届是。有一届无是新郎甲新娘家己请，我无请。是。对。不过安尼嘛真心实啦。比较特别啦，但是许多人会接受啊，无接受的是较关键的。我拄着的朋友，可能许多人拢较来接受因的兴趣。嘛是一对翁仔某2个拢是 coser 的这款嘛是有的。是。所以这个许大人安怎看，是讲这个社会安怎看，真正是这咱等下好好来讨论。今日是阿明嘛伪装哦，今日阿明做啥？做审美嘛，咱头先有讲到。你看我的这个头章。有特别去 set 过，这个目白加审美，对不？审美就是安尼叮当一个。对，其实咱讲你是 coser， 其实咱的纯阳较早嘛捌做过 coser 对不？你搬过什么角色啊？以前是一个游戏的角色，伊
然后但是即摆游戏已经倒去啊，所以我就是迄叫 UL online， online 一个角色，但是伊是查甫，伊是因为我面的关系，所以我大家拢是 cosplay 查甫的角色，安尼较合我，因为人的特色。到角色的特色会好无，迄是真重要的。是，所以这个部分嘛是你认同这个角色嘛，对不？你才去扮这个。你若介意这个角色，都真想要甲伊扮出来，看搁较侪伊的模样。所以安尼扮几档啊？无，我即马无扮啊。是过去的这个。过去大概。办2-3届尔，2-3届，哎呀，都是兴趣。是，所以但是现主是都改用画的。我主要拢是画图加写那个小说呢。用画图结合这个小说的部分。其实咱等下搁好了。现主是要邀请到咱的这个动漫的这个产业界哦。其实咱的动业的产业界，其实咧推广这个动漫这个或者季节也好，还是这个动漫季哦，用坐等的这个方式来办也好，其实拢办了袂歹哦。但是这个产业界甲这个 coser 的制作有啥物困难，还是讲这个产业链佫会当发展的空间无？这有淡薄难讲。有淡薄歹讲，无要紧，等下咱这个教授会佫用这较深的这个部分。但是恁做这个活动。有啥物拄到啥物较好的代志也好啊，是政府的推测也好啊，是讲这个恁民间业者的帮忙，还是讲这 coser 甲恁斗相共有无？像咱咧办活动的时阵，爱热闹，爱闹热啦，爱闹热啦，是，歹势，闹热的时阵呢，其实 coser 会当互即个活动，安怎讲？除了闹热以外。可能比方讲，我们希望一个那个场合，有一个场所就对啊。一般拢是伫咧台嘛。唔是，我们这个莲花博。哦，莲花博是。啊，你有这个 coser 伫这个场所的时阵，你这个氛围就系哇，这个气氛袂歹对啊。这个气氛就会做袂歹。嘿，所以等于是讲，阮平面这种物件，真就图哪里。变成3次元哦，真正行入去咱生活内底啊，所以看到这个 coser 真正对这个漫画、这个红仔册行出来。也，然后因为通常 coser 拢是对这个角色是有爱的，就像阮来阮活动的漫画家，大部分也都是因为阮对这个作品有爱，所以我们创作是有爱，所以创作安尼。对家己的自我展览也好，还是讲这个家己搁再一个创作也好，其实拢是对这个角色的认同。啊，搁较深的问题要请教教授啊。其实这是一个文化现象嘛，一个 coser 去扮这个形，其实伊是对伊家己来讲有一个投射伫遐。啊，其实对这个心理来讲，一般咱这个文化研究拢安怎去看这个现象？是啊，这个 cosplay 伫这个anime 文化内底吼，实在是非常的重要。这是漫画，啊是讲anime的创作者，甲伊的作品，甲伊的 fans， 这中间的亲密的关系。是。就是因为对这个角色有认同，所以家己出来展现。是。嘿，那么这个展现，咱嘛知影讲，即马是一个网络时代，真侪活动，透过网络，网络变一个真重要的这款平台，那么了解这个文化传出去。是。那么慢慢的变做讲一个咱就才看到这边迄个啥，京都anime 伊个火灾的事件了后那真侪全球的即款迄个 fans 拢真伤心。有影。咱就才看到就是讲，其实这个 fans 内底真侪拢是 coser。对，伊是对这个anime有认同，慢慢把这个文化全球化。是。对，所以讲伊个cosplay 其实伊是anime 文化内底一个真重要的一款核心的对。其实咱讲到 coser， 咱拄则这个部分是讲，对日本安尼豆豆杀怪，其实日本对台湾这个漫画的影响真深。咱有经历到，差不多有这个一个时间表，咱来看一下日本代表性的这个漫画是啥物。咱来看到这个战争之进程哦，这个有这个乌鸦狗。
啊，这个 animation 哦，有啥物有Momotaro桑。啊，个战后的时阵有这个新宝岛啦，也是这个拿宝石王子。啊，战后的时阵，这个 animation 啊 ，anime 这个部分是较停啊，因为战后这个发展的因素。啊，50年代有啥物？大家拢较捌的这个叫做原子小金刚啦吼。啊，这个 animation 的部分就是有白蛇传吼。咱来看到，60年代大家较熟悉啊，这是啥物？哆啦 A 梦啊吼。哆啦 A 梦有这个部分，其实伊甲影响较大，也阁是真深的哦。啊。这个50年代本在这个原子小金刚变漫画啊变这个 animation 啊吼，伫60年代时阵，70年代时阵，大家更较熟悉啊，有这个怪医黑杰克啦，更加这个熟悉的就是乌龙派出所啊，这个 animation 有啥物？嘛是有这个60年代这个哆啦 A 梦。80年代有啥物？有这个阿基拉，其实咱等下嘛使好好来讨论吼，还有城市猎人这个部分，真正拢是咱现主时过来看，也是拢算经典安尼吼。啊，90年代就是我今日所办的灵异教师审美啦，还有这个柯南吼。啊，90年代 animation 上有这个 Pokemon，2000年的时阵有啥钢之炼金术哦，还有这个 Naruto 海贼王。啊 ，animation 的这个有凉宫春日的忧郁是这个金阿尼这个代表作品哦。其实咱看哇，这么啊侪这个日本的这个漫画也是 animation， 拢是影响到咱台湾。但是你的角色是受到这个就是我是 video game， 我唔是这届唔是漫画，但是漫画这只是啊。是。对。但是你对日本的漫画嘛是有玩有介意吧？有，因为足细汉的时阵，因为我记得又白出这部是我出世迄年的，迄年作品啊，红到20多年啊，所以嘛是接触的嘛较侪啊。是。video game 这出三国的故事是我到我高中的时阵才有接触的，啊，高中正我拢是看漫画较侪，是无唔对。所以看漫画，其实画漫画甲看漫画心态无共款的，完全无共款。是啊，因为你看漫画拍开第二按就是伊安那画，安那个表现伊的故事，伊的角色的感情。人那画啊遮水，然后迄个线都遮伊的油甲粗拢无共款，你看的拢无共款。你别人一般人看，拢是看伊的那个故事，看伊的角色。但是咱看是看技术，画这幼路的部分。安那讲故事讲啊真好，然后安那画到安那贴迄个网点，系啊。所以这拢是工啦，对不？啊，其实你的这个部分，你拄则讲过，你是除了画了后，还有这个小说的部分，这两个要怎结合啊？因为我家己真爱讲故事互人听，我嘛爱画图，所以我感觉若是会当结合文字甲图嘿，文字甲图结合起来。上好的表现就是漫画，所以我才选择做漫画家。所以。即阵有啥物作品会使甲大家最近我伫那个脸书上，我有 Facebook 专页上连载，也是叫一个棒球人生赛，系啊，因为台湾人真爱看棒球，所以我就用这棒球来做我的新的作品。即马伫我的 Facebook 上面拢会当看，大家会当搜寻纯阳与奇怪生物。是，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咯，日本嘛做真济这个棒球。这个部分，啊，你的这个故事的这个原型，是毋是甲台湾本土较有关系？是，因为你真正要画技术面，还是要画专业，你无可能画那个甲日本人拼的啦，迄拼无样。日本人连钱、薪水啥物拢画。拢会当成一部完整的故事。是啊，咱之前嘛有看到这个岛耕作啊，是伊是做这物件。为细汉，为那个小职员做到即马科长还是总裁啊。是，所以这个产业链的问题哦，咱等下嘛要好好来讨论着。台湾最近已经有这个漫画这个基地啊，伫这个台东区哦。啊，但是这个基地真正有帮助到咱这个画漫画的人吗？咱老师才敢有了解到。是，咱即摆会使看到陆陆续续这几年来，在有讲有一寡新的漫画的作品来出版。是。那特别文化部嘛，一寡补助等等的吼。那么伫个这作品内底，咱会使看到，会使讲是少年辈对台湾这个历史一个新的一个想法，个实践。
包括讲有一寡国姓爷来袭啦，还是讲消逝的后街光影等等，这拢是新的作品。那我感觉讲袂使干那讲用漫画来谈，那么看新的小说，嘛是历史的小说，电视剧嘛是拢像少年辈、少年一代的人，应用这个新的角度来看台湾，用无同款的方式来表达，用漫画或者是用小说，还是用电视剧，来表达。所以这是一个新的这个台湾。少年辈对新的台湾的一个呈现。所以台湾漫画这个基地哦，这对这个学术来讲，学术界来讲，其实有这个新的这个一层意义伫咧。对这个咱的这个业者来讲咧，你敢有看到咧文化部咧说，对着台湾漫画基地，还是讲其实咱咧做的拢较侪，也是伫日本过来。以活动来讲，当然是日本的漫画还是较侪啦，但是因为政府有咧倒沙缸，今麦年轻创作者其实也很努力。是。那我们今麦大部分除了漫画本身之外呢，更有一种就是可能看 IP， 可能比方讲最近阮光明老师伊出迄干嘛店，要拍成电视剧。是。像阮就是挑2部作品，就是《银根头咧》跟《民转路》这2部作品做成舞台剧。在今年9月要上映。所以这个舞台剧，这个嘛是新的发展的可能，就是从漫画今摆漫画政府咧倒沙缸，漫画加各种不同的领域，媒合。无共款领域的这个季节就对了。这倒在一起，然后做新的物件。是，这个一个新的对这个本地用漫画用画行出来用演的安尼。其实对着这个产业界来讲，我是搁要请教春阳啊。其实对着你来讲，因为这个空间的部分可能是较早这个产业链较欠缺。现主是咱台湾有这个漫画基地啊，但是这个基地真正对着咱的这个画家也好作家也好，有帮助着吗？咱家己应该是。无啦，因为阮是为了画好的作品放伫内底，互人、互政府、甲有路过的人看，因为伊都是伫迄个所在。但是即马上侪人拢是大家拢用网络嘛，是。你一定爱伫网络顶有一个平台，互大家看。无管是免费，还是爱收钱的，拢是因为即马你无可能。叫大家拢去迄个所在看，迄是无可能的，系啊。毋过迄个基地本地是讲吼，要有这个作家还是画家吼，入去内底做一寡这个产业链。我有听迄个计划啦，但是我家己是感觉，因为你若是申请迄个机会，你就是爱坐伫遐，然后去做出一个作品。但是咱平常就是真侪图爱画啊，真正的。我每一工拢画十几点钟。这尔济。系啊，你搁爱去为了这个机会去画出一个新的作品，伫2个月以来，迄是我是去感觉迄，所以我都无去申请啊。是，所以对着这个画家来讲，这个基地有一寡这个规则也好啊，这个原则也好，其实是。白卡白手安尼吼，对你来讲。因为我即马手头顶有作品伫进行，但是若是有未开始的人会当去看卖。会当去试看卖啦吼。这是对这个画家这个部分。对着你的，你家己爱看漫画，有希望台湾家己漫画会当出头天无？希望啊，但是我感觉有一部是台湾人画的袂歹哦。是在会使拍广告，不是当然啦，不是拍广告啊，就是我是感觉伊有甲民俗画咧内底哦，就是迄个出版社叫未来数位，迄个作者叫韦忠诚，伊就是伊画的是就是台湾的妈祖，对妈祖，主角是妈祖伊迄个妈祖的形，迄个伊画妈祖即马在。西门哦，有做迄个我记得台北市政府有甲伊设一个啥物，迄叫啥？就是迄阵花灯迄个吗？灯以外，佫有伊就是灯今年迄个台北灯节，伊有一个嘛有伫咧遐。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讲，其实台湾已经有家己的这个产品啊，所以这个产品安怎变成一个这个产业链，是咱继续来
追求政府啊，爱去做一个这个产业链的部分。无就亲像这个春阳讲的，其实我的手头顶的这个资源真无济啊，但是你有遐济这个计划这个规定，是对这个创作者来讲是白卡白手啊。其实咱来去看，就是讲，其实这个漫画也好 ，animation 也好，还是讲 game。其实拢有差别，咱都有经历着讲这3部分。咱来看一下这个图表吼，咱来看 ACG 到底是啥物吼 ？ACG 是啥物？ A 就是 animation 的吼，就是这个动画的艺术啦，就是讲凉宫春日的忧郁，就是金阿尼即阵该出名这个部分吼，上出名伊嘛是小说。改吼，是啊 ，comics 就是一般咱讲的这个漫画，还是讲红仔册这部分。灵异教师审美就是我今仔日这个版上吼。啊 ，game 就是讲游戏啦吼，真三国无双系列这个作品，所以你今仔办的就是 game 的部分。就是为着伊中国人嘛，啊是迄当中迄个时代嘛是讲中原的话较大家较接近，所以我有经济的角色。是，所以这 animation 头拄咱冇讲到这个动画、动漫的这个部分，啊，这个 comics 就是咱漫画的这个部分，啊，行入去 game，实际会使去算。其实你嘛是安尼算出来吗？你的意思？算游戏啊？对。算，还是讲春阳有算过？我有算过3个的，但是就是较可惜，因为伊是中国的作品，但是在日本发展甲真好。是。啊。台湾嘛会使做，但是就是爱看，爱看人做。伊的 creation 就是伊的创作的这个概念，对，较有创新无？因为其实是伊就是中国的作品嘛，伊是罗贯中的嘛。但是台湾即马是中原文化的团体的所在，嘿，所以我感觉应该会使。为这做题。是春阳，你嘛有算过？哎呀，我有算我大学的时阵都拍电动拍真侪算 Origin， 因为迄我画图压力真大，所以算迄会当拼命抬人。拼命抬人，就是白跳这个压力就对了。对啊，工课嘛是同款。对啊。是，其实这东西是已经日本哦产业链已经完成足久啊。其实日本的这个文化嘛影响真深啊，影响咱台湾啊。但是咱要搁回头来讲，就是讲。今阿年 Kyoto Animation 这件代志哦，这个大会真正是带走真侪这个创意者吼。咱来看到这回这个成立的时间是1985年哦7月12号，啊因总部就是 Kyoto 加这个部分，啊因主公司叫做 Animation Do， 然后因的特色是啥物咧？因的特色就是甲现实的风景啊，是日本的动作，用基础拍基础来描来安尼画安尼吼，啊伊改编作品哦，就甲这个原作要共吼啊。这个制作的这个时长甲品质非常的要求，啊，大家这个世界拢是真悬的这个肯定哦。啊，咱头拄一直在讲这个凉宫春日的忧郁啊 ，K on 轻音部啊 ，Free 中二病嘛爱谈恋爱，冰果等等拢是因的代表作品哦。啊，咱看到这回，其实因遮尔侪这个这好的作品，但是一个火就去这个纵火犯。烧了，啊，其实带走的人佫袂少。咱来看这回这个火灾事件到底是安怎发生的吼？7月18号大概是10点半的时阵，这Kyoto这个动画这个第一工作室就爆炸，34个人死亡，35人受伤吼。啊，7月19号就开始调查，就公开到41岁这个男性的这个嫌疑犯哦，叫做青叶真司，伊是昏迷的这个状况啊，警方就开始调查。7月21号咧，这个 Kyoto Animation 伊就发表声明讲哦，这个悼念这个过往这个员工这个好朋友啊，日本安倍晋三，佮加拿大这个总理哦 Justin Trudeau， 甲苹果执行长 Tim Cook， 以及咱总统蔡英文拢透过这个 Twitter 来发文来致意哦，啊，真侪这所有这个各界人士拢来这个。致意就对啊，其实这件代志对日本来讲影响真大，教授。是啊，对于日本来讲吼，啊，包括嘛对日本的这个 anime 吼影响真大。那咱都有讲到迄个啊，伊2006年的作品是吼《凉宫春日的忧郁》吼，啊，伊这个是根据着这个轻小说吼来改编。那伊带领日本的anime 吼，尤其一个伊
迄个日常生活做背景，是啊，伊用高尚的生活做背景，啊，内底真侪角色，啊，真趣味，啊，佫有迄个萌的遐吼元素来设计。啊，毋但是讲伊趣味吼，包括伊所传领出来一个 cosplay 吼文化，啊，包括伊迄片尾曲，啊，真侪人伫学，啊，甚至了后会使讲声优。嘛变名称，吼，所以讲这多2006年以来，差不多嘛是日本吼，迄个伊的 anime 吼全球化上紧的一段时间，是，嘿，所以这个 Q 的 anime 吼，伊对日本呢，伊有一个重要性是伫遮，嘿，所以伊的损失，其实我看伊的损失，咱使看到日本人做代志吼，我看到因迄个第一个反应是讲想办法，要甲迄个 Q 的 anime 要甲。看有法度就做一个纪念的博物馆无？吼，所以这个物件真重要。就讲咱定想到讲日本的迄个anime，就想讲哇，因是透过什么模式后来赚偌侪钱啊？台湾嘛来学一个 copy 一个安尼文化创意产业吼做了就介好。啊，其实咱拢是金钱的思考，因为咱无对这个历史还是讲文化来甲思考。因为咱来看日本的漫画伊的发展，吼其实是对吼。迄个浮世绘、风俗会开始的嘛，包括今年英国大英博物馆有一个有史以来上大日本的漫画的展览，就是对浮世绘、风俗会开始介绍。啊，所以才讲迄个因就是这个浮世绘，尤其是伫迄个横滨吼开港吼以来，啊3项西洋的文明入来，报纸啊迄个漫画家啊搁迄个摄影入来，啊因有摄影入来啊。本来迄个画迄个风俗画，这绘师就无头路啊，吼啊，因为摄影会使甲物件真实的呈现啦，嘿，啊所以因只好靠报纸，踮报纸甲迄个西洋的迄个漫画家吼学这个画法，吼啊伫报纸画迄个插画，啊所以因画的插画就是爱大家关心的话题嘛，吼啊你大家们才有兴趣，啊所以慢慢啊，咱就看到讲迄个漫画变做日本人。表达意见的一个形式，啊，佮一个平台，啊，所以这是对文化面来看，啊，同款咱即摆你讲台湾的漫画出路，同款嘛是爱对这个土地来思考嘛，嘿，啊，包括咱看一寡少年一辈有真侪趣味的创作家，因1930年代的台湾，吼，台北帝国大学做背景来创作小说等等的，啊，拢是真趣味的一款一个真趣味的出发点嘛，这种真好。哇，这个 Kyoto Animation 真正是对日本也好，对亚洲也好，对规个这个全世界这个动漫产业，伊这个不管是伊家己 original 的物件，还是讲伊合作的物件，其实你应该冇上介意一部。你讲original 还是讲协作的拢好？你讲真爱迄款。对。我有看一部足有名的，我家己有看迄个《犬夜叉》，然后本来有拍算要演其中一个角色，但是后壁就是无啦，较无用，啊就是了后就是拍 video game 就即只，较侪，我足侪输的，所以迄当阵《犬夜叉》我甲摆到真后壁，啊即摆较无用就无处理，但是迄部嘛袂歹，伊画啊嘛是真有。是啊，角色的设计嘛袂歹，真正袂歹。所以这个你搁看，你会想要投射着这个角色，啊，真正代表讲这个金阿尼，因的这影响嘛是真深。金阿尼对你有影响无？还好。还好，但是你安怎看这回这个事件？就真难过，因为咱拢是画图的人，你开了，你画图画遐一冬，伫只为你所爱，但是你。却用遐痛苦的方式，安尼死去，安尼死了。迄啥物原稿，迄个纸拢无，迄个图拢无去啊。是。对啊，真正是2次元的圣母院大火啦，真正有影吼。啊，对于咱产业界来讲咧，咱真阿年有影响到咱这个业界的这个部分无？比如讲这个代理也好啊 ，original 的这个合作也好啊。我感觉是真阿年对台湾，不管是。咱的商业的部分，也是文化的部分，就是讲文化的部分，是因为像刚才老师有讲过，就是伊带了很多新的东西进来，新的物件，新的元素入来呢。比方讲伊的 ED， 迄个舞蹈，迄个舞蹈歌曲跳舞迄部分，歌曲迄部分，啊，佮有
伊内底有很多设定。那 Q 阿尼有一部作品最有名的，就是《K on》。K on 伊细致的地方，就是伊雅马哈迄乐器部分都很细致的放在里头。所以真正你甲看，因拢处理甲遮幼路啊，其实对日本来讲真相对全球，咱头先嘛有讲过。啊，其实因的这个典范要安尼搁扣倒来。K on 甚至影响到很多人参与了音乐表演的部分。是有影，唔那干那 coser 啦，对啊，影响到这个现实生活。我看到这个 K on， 但是我就是要去学钢琴安尼去弹安尼对无？其实是走班的。做乐团是做乐团也好，其实拢是有影响，因为这对着人物的投射是讲，我着望去行这个路，唔那是这个画图尔，我可能会行另外一条路去。啊，其实这就是日本这个动漫也好，漫画也好，对咱全球的这个影响。啊，其实咱都爱学因好的嘛，所以咱台湾要安怎行？啊，其实咱现主是拢知影。较早过去啊，咱有一部这个真有名这个部分哦，叫《诸葛四郎》。伊现主是要做啥？要做3D 的动画这个部分哦。咱较早就讲哦，较早无手机啊，无电视这年代，这个叶宏教创造了台湾第一个这个英雄人物咯，就是诸葛四郎。因现主是要做这个3D 人物的这个画图哈，这个募资，因到底咱就来看卖。曾经有位先生他创造了一个漫画人物，这个漫画人物你阿公很喜欢，你爸爸很喜欢。你现在去看他，也许样子不太一样，我可保证你也会很喜欢。因为那时候我非常小，感觉上好诸葛四郎并不真正存在，可是他就好像无所不在。我爸爸妈妈时常在我面前讨论诸葛四郎，去了学校，同学也在跟我讨论诸葛四郎。有人打电话到我家里说要找诸葛四郎，所以慢慢后来我才开始理解，原来他是我爸爸创作的一个人物，然后非常受欢迎。如果对童年的回忆，一定是下课之后，夏天的黄昏，然后一堆人就在一个大石头的后面，躲在那边看四郎真片，然后远处有收音机传来日本歌的声音。还有溪水流动的声音，就是我家。后来审查制度实施嘛，很多漫画家都是不画，但是我爸说不行，我还是对漫画充满了热忱，我要在这个体制内再继续画。他是非常勇敢的，那个时代的人没有很多漫画家敢继续画下去。我们人经过这么多人生的起伏。可是再回来看诸葛四郎，发现他还是很年轻，还是很美好，还是很勇敢。我从那一刹那才开始在了解我父亲替台湾社会所做的事情，所做的贡献，了解到我做的太少。2017年，在一个因缘机会下，我碰到了紫风社剧团，他们想把诸葛四郎搬上儿童舞台剧。结果诸葛四郎舞台剧大受欢迎，在短短的1年半内演出27场，总共有4万多人观看。紫风车的舞台剧的成功，让我了解，在每个世代，每个人的心中都需要一个英雄，也让我下定决心，决定要做诸葛四郎3D 动画。当以前的这个漫画的线条是这么简单的时候，我们如何用现在的科技，用现在的技术，再重新把它活生生的诠释出来？等于是我们要兼顾老书迷本来对他的这个漫画的一种风味，然后也要让现在的小朋友又不会觉得它是一个老掉牙的东西。我们也许都忘了，我们在早期的时候有属于台湾自己的漫画家，他企图创作出一些东西，让小孩子他可以进去的那样的一个世界。他告诉你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，比如说要有正义感，要有力量。四郎真品或是叶宏甲先生的东西，必须被提醒或被记住，或是以现在一个更新的方式去呈现它。
我想缅怀是一个意义。另外就是说，他所创作的那种故事的最简单的主题，其实流传到现在还是必须的嘛。当年我永远不会忘记诸葛四郎那一掌推出去的掌风力量。我们希望今天所有的集资也能够把这个美丽的历史记忆，像他的掌风一样，重新让更多的年轻人认识这位台湾英雄。哇，较早过去这个诸葛四郎，现主是有要3D 动画，啊，这个较早拢是用画用线条去呈现伊这个放假的部分哦。其实对春阳来讲，伊画这个棒球人生，敢有要做像安尼3D 动画，敢有适合？因为我的漫画是用棒球来做主题，所以我感觉像他做迄个永久干妈店，伊的那个偶像剧，还是那个日常戏剧，安尼较适合。是，所以这个木主的部分嘛，是其实爱看这个 animation 还是要漫画好，适合什么这个类型的这个文本。因为伊是幻想类型的，伊是较行为，所以呈现的方式爱无同款。迄是题材问题，因为那个我是生活都会看到的，但是伊迄个是想象力迄出来。是，所以对创作者来讲，伊嘛会选择无同款的这个文本去表现啊。咱讲这个3D 动画，还是讲这个偶像剧，啊，你有心目中什么主角？你设定好无？人无啦，即马才拄开始尔，无想遐远。所以你会使开始招人啊，这个棒球人或者什么？人生赛。棒球人生赛，所以男主角会使讲台语啊。伊就是那个夜市仔的囡仔。对啊，夜市囡仔嘛。伊伫夜市仔中大，然后伊有摆一个摊是，互那个人客丢迄个棒球，丢9宫格迄种。是。嘿啊，所以伊就是一个投手，因为伊拢爱那个丢球，然后去引人客来耍。所以你看棒球，介意倒一队有这个圆形的吗？我拢看 NLB 啦。啊，毋过台湾球员你倒一个较会使，那是我真介意郭泓志，因为伊的精神，伊手受了7届，但是伊阁想要投球，所以我感觉伊的精神真好，我真介意。所以若是真正有机会要甲这个漫画翕做是这个。真正偶像剧会使找伊来搬就对啊。不过这是讲到这个真贵，所以这个文本的部分就是爱经适合的这个题材，就是去嘿对。啊，但是这个产业的部分，咱要搁请教教授哦。其实对着像这个3D 动画好，还是讲这个漫画翕做偶像剧也好，其实这个观众有要看无，这是重点吧？对啊，我伫大学教电影，其实电影的问题叫。迄个安尼的问题共款，交台湾真侪其他迄个小说顶贴的问题拢共款。就是讲，伊电影做咧，咱看10年前海角7号啊，有影。哦，迄当大家讲台湾电影要复兴啊，敢有敢若无？啊，搁这几年来大佛搁出来，啊，迄个血观音搁出来。啊，但是即马大家因为有竞争失败咧，去当讲哦要复兴，啥讲啊足大，结果无，啊，所以即马讲起来较谨慎一下。啊，但是我感觉重点是伫咧讲，确实讲这几年来吼，咱台湾的这个创作者愈来愈多，少年辈愈来愈多。啊，但是观众这个层面吼，无培养，无培养。啊，我感觉讲伫学校内底吼，应该变做讲，咱看一个台湾电影，啊，应该想办法甲做一个历史的比较。你譬如讲海角7号，吼，伊是对南部看台湾，毋是台北看天下，吼，这款的类型。啊，咱爱去对过去的台湾电影内底找，敢有这款的类型？啊，来做研究，来做讨论。啊，聊啊，咱其实嘛是这个过程对台湾历史有一寡了解。啊，同款种，咱要推上迄个迄个咱都要看迄广告3D 迄个叶宏家的作品。啊，这是真侪人的集体回忆嘛，这无唔对。啊，但是对各个少年辈来讲，哇，这其实一个完全陌生，完全唔知影。有一个迄个隔阂底下，对啊，有一个隔阂底下。啊，就要有一个方式甲贯穿。啊，伫这个过程内底，我感觉有真侪代志会使来做嘛，就讲这是一个庶民的历史。这教科书内底无啥会讲到迄款严肃的历史，迄是严肃的历史以外的，更较趣味、较活泼的这款历史。啊，是毋是要有一个这款中介甲这个台湾的历史这个层面甲拍开，啊，互更较侪人知影。啊，同时嘛，互人知影讲，互咱知影讲，啊，过去其他以外，佫有啥物？
曾经存在过台湾的这个漫画，其实嘛，搁有啊，什么牛牛波波，什么打打游击之类的吼。啊，其实就是讲刘刘啊，是甲台湾的这个漫画这个历史哦，刘刘啊吼，甲建立起来。是，咱头讲的这个3D。这个动画也好，还是讲这个偶像剧，对漫画这个原型开始哦，其实对台湾来讲，这个产业界拢是一个新的挑战。头拄仔嘛讲到，这个漫画嘛会使做这个舞台剧嘛，去用演的用搬的，甲演出来。但是咱真正要来看到，就是讲台湾这个动漫产业界，还是讲这个真侪种可能，还是讲头拄仔咱讲的3D 动画，还是偶像剧，咱产业界到底？面对着什么问题，咱嘛有整理着一张表，咱做伙来看吼。咱看到这个漫画的市场吼，也是占这个国外占9成，规个拢是差不多拢是这个日本漫画这个天下啦。啊，咱有讲到画漫画的人，也是讲甲产业界台湾的这个部分，真直接较无遐悬。啊，这个漫画这个画漫画的人，这个钱真正歹赚啊，利润侪拢这个经销商也是通路提去。啊，台湾是欠缺啥嘞？欠缺发表这个原创作这个平台吼。咱个人看到台湾其实真济这个漫画的人哦，去国外市场去这个发展哦。啊，这个台湾人才直咧留这个部分，政府嘛就要来重视。咱个看到动画这个电影制作成本伤悬啊，啊观众咱头拄仔嘛讲到，观众有要看无？过来就是讲长期代工造成这个较活这个技术啊，啊这个消费这个市场，有人要看无？这是重点吧，对无？对。是。基本上有人要看，第一就是你卖的数量较侪，第二个若是有可能愿意搬你的作品，你就红。是啊。所以对着一个考试来讲，我台湾若有真正好的产业，好的这个漫画作品，我愿意开时间去甲伊增加呢。对这个作品来讲是一个肯定，可能伫市场内底嘛是算有卖的对啊。有安尼有，虽然讲嘛是有迄个著作权的问题，但是我相信各位作家拢知影，有人搬就是你的作品红，就是有人看啦，对。有人看。啊，春阳咧，你的作品若是真正有人甲你安尼投射出来，你嘛是感觉真甘心吧？嘿啊，真正是真甘心，开时间然后去搞我的角色。搬出来，真正是真用心。所以对你来讲啊，就是讲你的角色内底投手可能较好 cosplay 吧。伊就是一般人高中时生安尼。是。系啊。所以这阵连载这个回应安那？因为我拢伫网络连载，然后大家回应嘛拢伫吐槽一些那个奇怪设定。安尼讲？大概是因为我有一个，我有为着要假扮的代志，然后台湾的特色就文化吗？祭品不是安尼。台湾的特色就是你当假扮时阵会让切，然后要切不切？嘿，都有那个要分几袋装，规支切切啊，嘿啊。是，所以你就甲这个真生活的部分甲伊outline出来。这种的细节，大家拢有注意到，我都真欢喜。所以大家是注意到这个细节，啊，对你的这个画风咧，因为那是真正画风要有一个产业的这个部分。我感觉即马台湾的读者，食的画风真广拢食。真广对啊。欧美的、到有日本的、中国的，因拢看。搁有韩国的，嘛是拢会当看。我感觉台湾因为可能是海岛的关系，所以什么文化拢会当接受。是，所以对着这个创作者也好，也是对 coser 来讲，其实有人 coser， 有人 cosplay 你台湾都是有希望啊。其实咱这个产业界，安怎看咱台湾这个漫画，这个亲像遮侪创作者？我是感觉讲，你刚刚讲的迄个问题，真正是讲到就对啦。是。但是就是讲，阮的是希望就是讲，像阮拢是一个平台。那平台的目的就是，不论是原创还是讲理创。理创的理创就是讲，伊作家伊这个作品，第二届创作第二届创作，第一届创作有一个好处就是，你可能做想要画图，你可能做想要出版，但是你不见得马上就能出道。那这个平台就是你一个机会。啊，搁有就是讲，
画家，好。会当为漫画的人啊，提册来卖哦。你会当甲你的读者近距离交流。是，所以这个动漫节内底有这个平台吗？就是安尼。但是即摆对一个产业上重要是，比方说动画，这动画的，啊，搁做漫画，是，爱真正有结合，有要媒合，要磨合。亲像阮即摆在做舞台剧，然后阮甲舞台剧的导演。啊，佮有本剧，阮在思考的逻辑，看的代志拢是无共，真跳通了对吧？所以这个部分爱有技巧啦，爱有人去甲伊整合起来，无法度，就是讲我安尼做较好看，但是伊较安尼做，伊遐就是讲，安尼唔好，嘿，常常拢是安尼，包含咱台湾咧做动画还是漫画改编动画，拢有这个问题，但看到日本。这个媒合已经，这个产业已经很完整啊，对啊，所以这个部分成熟啊，台湾目前是无啦，所以爱努力啦，爱努力，所以但是即摆是有咧拍拼了对啊，所以对创作者春阳来讲，其实你感觉欠什么？台湾还阁欠什么？欠钱吧，大家还未发大财。发大财。不过欠钱以外，媒合这个管道咧，这个平台有无？你现主时看起来有无？政府有办几场啦，但是迄个媒合会，我感觉因为台湾的漫画家伊的版权拢伫出版社顶管，也是平台遐，你家己去迄个媒合会，也是你有看到介意的，我想要去动画，还是要做啥物合作，你嘛是爱登去甲出版社讲啊。是。所以。我感觉是出版社的问题，因为迄个版权的这个问题，所以其实爱有人看，爱有人投射，爱有上着媒合的平台，才有法度让这个创作者真正有家因的这个文本也好，还是网家的作品，这红仔册部分，家推撒出去。所以教授你安尼看，台湾佫欠什么啊？其实讲起来大方向，大家拢了解啦，吼，讲起来就拢。其实这内底每一个角色，其实拢是真专业的角色。你看日本的迄个阿尼美文化吼，伊规套吼真体系这个运作内底，每一个角色拢真专业。吼，那机器的某一个所在，但是所在就拢吼对这个整体有影响。是。所以这是比如讲，像台湾打起步，还是要安怎甲吼愈来愈专业化。吼，大家伫迄。互相可能一开始可能有摩擦的迄个过程内底，了了吼调整出一个吼属于台湾的这个模式。是。因为这个重要，之所以讲台湾的模式，这嘛真重要。就讲真侪读者吼漫画的读者，伊日本的迄个漫画动作完形来做判断。所以台湾的创作者还是讲可能了爱对较大众化的，吼较迄个日常生活化的，吼这个方向来发展，叫大家较贴近，像拄啊，咱迄个漫画创作者，这个9宫格啦，吼雅气的9宫格啦，吼这种就好，真熟悉这个雅气文化就开写了，所以这种就好题材啊，所以观众的口味爱先甲饲好调啦。拄则老师讲的真有影咧，就是观众爱入来，这个产业才有救。其实咯，咱 coser 这个部分对着产业界这个建议也好，佮有产业界还是佮政府爱佮倒推啥无？我感觉最近政府已经在杀啊。顶礼拜我记得是桃园有一场吧，咪是政府咧赞助的。但其实我感觉这部分应该是因为是阮是家己的算家己的，所以应该是影响无遐侪。但是较属台湾的作品，较深色嘛是较好看，嘛是讲阮介意啊，阮介意安尼较重要，安尼才有可能互大家看到，因为你搬出来就是大家拢会看到啊，你翕起来，你咧啥物场啊，就是公开的所在，所以我感觉政府做的毋是讲 support 我即个 cosplay 产业，因为这是家己去处理，家己处理，家己兴趣，家己去找你爱做道具嘛好，啊伪装嘛好是家己爱学的，但是作品的推广，这是较重要的。是作品的推广，所以佫讲来，咱节目嘛要到尾手啊吼，所以咱要邀请到这个春阳，简单甲咱讲一下，政府做无够的，还是讲你有需求，除了钱以外，
上欠的是啥物？除了嘛是讲观众爱入来，你感觉你的创作佫欠啥物？还是讲有人会使佫甲你塞一个，甲你的好作品甲传出去？我感觉即马政府那个拢伫努力啦，因为伊啥物政策，佮有那个文化宣导，伊拢用那个古册，还是用画图的方式伫网络顶，甲民众那个分享互动。我感觉平台。你若是有心，就会啥物拢会当成为平台，但是迄个态度，是政府的态度若是好的，袂规工拢是讲那个看古册拢是歹囡仔安尼。我感觉伊若是鼓励这个态度，迄我感觉即摆就是帮助。有影政府的这个态度，爱甲这个观念啊，台湾人的这个观念嘛是爱小可改一下业界部分的。简单帮人讲两句。我若是感觉讲，即摆就是来推动讲，看漫画、看动画啊，耍游戏，拢是好的。拢是好的，对。今日非常感谢四位来宾来到节目现场，阿明嘛做突破。变这个造型，陈梅教师台湾新感界这个突破了哈，今日非常感谢咱四位来宾来到咱节目现场，感谢，多谢。